把下来看，我们嘅秋山县专题，秋山县听过嘢路爱复试嘅哟。讲到秋山县，除了有过顺坡过闹嘅建设以外，因为规路巷会经过客家庄，故所当天无论系有快秋米市嘅特色传统，也算客家小食。同生意目标嘅也到，如系过许多民众欢迎嘅。韩国新年的时节，睇两天团口同新鲜茶展时，油桐花也会开到闹闹，也同样过上热。睇秋山县复试过后，过当然路安上会带通也点点人的点嘅过大嘅商机，因为也希望使大家有机会享受客家文化同美食。好多餐餐嘅用牌，含有香喷喷嘅炒肉、精致嘅皮菜，仲有動有特色嘅片凍蝦味道。上身看啊，也有圖案設計，是有夾嘅意思個，也就係生鮮複雜頭順嘅快口傳統推出嘅鐵路片凍。另外當然都會油桐花季節，冬天尾上嘅一道嘅觀光下來，古所店家未啲幾年前推出嘅油桐花片凍。還要考慮到人家採鐵嘅陶土。以前鐵路片凍是用不鏽鋼嘅，不鏽鋼嘅片凍，當然想同佢香港變蒙牙特色，我要將啊個思維構想，同鐵路同桐花融合。年下行啲路嘅巷，未做嚟感受到當地片嘅客種風情，嚟到客家莊有名嘅客家擂茶，唔聽錯愛來食看啦。市面上嘅擂茶有同多種，不過呢是為家庭嘅唔同，再個家庭嘅種質，一個面是為東木共用，不過也正係最傳統嘅客家擂茶。另外店家每年發嚟貼片又平又涼嘅擂茶冰淇淋同冰沙。用呀茶米個呀飯條買嘅就向下擂好啊家，佢本人客現擂好將來嚟打成冰沙，所以方式嘛係冇共用。塑雕師傅動專心嘅創作最新嘅作品，優秀又傳承嘅雕刻技術，創作出一件件本大家都想唔到嘅精緻作品。嚟到3月，大家聽眾愛來欣賞嘅就係塑雕，體會採體客家中嘅工藝之美。三立木雕的所有的作品啊，它所製作出來的這樣的一個風格啊，都是唯一的一件，沒有辦法去複製的，因為它有一部分是天然的一個部分。所以說，我們的三立木雕會給社會人士這麼注重，這麼珍惜。客家人發展就係木雕嘛。中國鐵路秋山線道保育為延天嘅古蹟建築，就係將嚟享受鐵路文化、客種之美，還將嚟體驗到人文生命、上人嘅美術。秋山線重新再過營運，就係希望將嚟創造當年嘅崇基。同對腳嚟欣賞講嘅風光嘅世界，每個記得客家文化帶來嘅豐富感情。客新聞分享美句，苗栗報道。